check out 我哋是特點啊，就嚟整牛嘅多個內節。你睇行景那水 Georgetown 可以看到 Penang Bridge。Hinbas Depot 那邊嘅。OK， 都在嘅。哇 ！Finally 啊，嚟搞啊！幾時啊？Thank you。阿玲啊！哎，你給我耶！錄啊，媽咪講錄來了，就講錄啊。耶！嗨 ，finally 讀到錄了。我都冇真就都俾電我唔係 online 呢 ，online 呢，係今日 surprise 錄嘛。幫隻大嘅對呢個今年20周年嗰度。係你咩20咧？哦。呢個就20周年啦，係咯。我都直地，俾你學緊 podcast。哇！我都連冇見嘅。好。你講就唔北同你啦。我都冇回家啦。哦，家人，切。我咪是睇佢啲聲。你點解錄音是啷部 video？ video 嘅啲，啊，聲呢？對，我嘅第一次我是到佢家起炒麵。對，你一個教啊嘛，一個教啊嘛。羅蘭。Ticket。Yes。入試看羅蘭，就兩12塊。得咯。得，唔知係跟看就成。我未看，我就是本地人愛來就即係調酒會，即係叫咩調酒？調夜館。調夜館，人愛來參加來看呢，12塊，攤看幾隻看物件，特別人攤前線來看，我可能看淡薄就好了。哦。嗱，你講下，我今次啊，咪來邊咧見嘅事。哇呀！蘋果。冇呢個畫面啊！冇畫面咩？錄畫面。畫面我唔知。水雜包嘅。水雜包佢哋叫水雜包人有，水雜包嗰啲未記啊。我未記叫咩名啊？我會記叫講聲，我們未記好冇。咱會多啊！伊要學咱佇多12塊，咱趁一去行，咱會頭家嫂帶人去行。你看頭家嫂面者哦，嗱。歡迎大家來到我嘅這個釣魚館。釣魚館。啊，釣魚會啊？釣魚會參加福建會、風會。冇對，行來去。行來去看。哇！This is considered as a museum 啊，看呐。是啊。museum。可能正是有釣酒班㗎，迄個釣酒茶咖喱 museum 咯。因為你學到12塊是有攤參多解啊。了解，穿迄個多穿嘅衫。哦。experience 迄個茶咖喱，迄個紅公仔、魚啊，哦，12塊攤做個了啊，那物件。好啊。大啊！大，你去到外國人幾多？外國人25個。25個 ，OK， 安那係使。OK，了當今咧，互攏看者，可能即內面嘅迄個茶咖喱，較濟叫茶咖喱啦，福建話名，就話叫做鐵枝木偶。鐵枝木偶。哦。啊，伊是 iron rod puppet 啦。OK。And then 伊是，其實伊是古早咧，伊是唔是按 3D 嘅咯？古早是 2D 嘅。哦，邊啊？哦，成個玩kulit 呢？特別以前咧，所以kulit是慢慢嘅嘛，是動角笨硬嘅。哦。伊個錄無相咯。哦。啊，當今其實變做 3D 去啊？了，伊就慢慢啊，釣酒人嘛去想我講，哎，阿咪數咱家己無，咱家己嘅即木偶戲嘛，所以樣就用咱家己嘅迄個。哦，所以釣酒人家己想出來，這是講這是對中國無相對。celebrate 吼，伊是2000幾年第老嘅韓國仔戲嘛。哦。了後尾伊去到釣酒嘅時，去釣酒這地方嘅時，釣酒人咪學咯，學了來做咯，特別做了一頭頭講，哎。像迄個 2D 看咱無安尼俗嘛，所以嘛變做 3D 啊，所以這 3D 咧，伊就是樣有結合樣釣酒人誒，啥做手工啊。比如說釣酒人出名係咩咧？就是手來茶工。我講是做茶工誒。哎呦，安尼個。對。啊，所以我講做茶工，一般來檳城嘅是去甲人船誒為修理船，因為要做茶工，要起厝誒。我嘛是釣酒人，我外國講釣酒人。所以你看到就是這個是咱的 3D 八百咯，頭一代嘅八百咧是較細人個。哦，這是頭一代細咧，我細漢看係是細喎。
用手的叫布袋，迄個是布袋戲，我不像，無像布袋戲是用手吹入去。這是頂面空。這本是頂面擦下來，這是頂面掉落來本來就是。所以你看頭一代伊就較細咯，但係嘛你看迄個小的寶貝安尼大啦。你又慢慢講講，古早人啊看這個戲啊，古早無 entertainment 的嘛，所以看都搶是咱古早的人的娛樂，所以人就講，當這個做儀式啊，哇，觀眾真濟，砸掉看袂到，所以就慢慢改哦，慢慢越來越大。你這個第一代就是 version 2，就是較大聲了。然後越來越大。然後他哋更加大聲。對，越來越大。當今就是人請去做作家咧，是大聲的啊。但係是夜幕。夜幕，所以嘅。所以前咧，佫有分咯，像講有大埔的、食埔的，了有河邊，了有做迄個搞笑的、丑角，所以有聖誕金丑啦，這四個項咯。所以這四個項有分講伊的，像講你看這大埔，伊個老闆是大埔嘛，特別有蝦米 pattern 的大埔，或者是讀冊的，像 scholar 的，或者是像warrior 的，所以有無相的衫，無相的帽。有做官的，有做伊代表伊的身份啊，伊的會聲，或者是老的有唱咯，大家後生。看人頭破嘛是渣男，他保人頭的冇渣男的。哦，這是人頭的啦，這是人頭，那個到這裡這是老的，這是老的有唱的咯。啊，像後尾這個人頭的啦，特別人頭無代表伊就是好的，人頭冇渣男的嘛。對，有渣男是渣男就對人頭。是咧。渣男就對人頭的。這個是大波啊，這。哦，這是安哥阿老阿這個安哥的，阿白。啊，白超。像這邊咧就是河邊咯，河邊就做歹人，特別你袂使講100%歹的人就是歹人，所以伊冇是有好的人。伊是黑社會裡邊啲較好的人啊。有90%呢是代表做超人的。哦。所以你看伊的面特別有真濟圖案啊、顏色啊，伊畫真濟擺等到樣的面嚟咯。啊，像你看迄個啊 mask changing 啊、變臉啊，伊冇是其中一個安尼個來個來。啊。是講伊個這個在那邊畫的伊個面具。那這種誒，阮是像咯，伊有無相的衫咯，無相的衫有代表無相的 meaning 啊。像講你看這條青色衫，甲一條黑色衫，甲一條白色衫是相一個，是無相色。所以無相色代表咩咧？無相色代表伊做的官的 level 無相咯。哦。像人做人的首相叫咩啊？首相咯。Minister 啊。Prime Minister。啊，伊就是白色咯。哦。古早是啦，古早穿白色咧是地官的咯，地官是面色皇帝咯。啊。嗰度嚟白色，嗰度黑色，嗰度青。然後藍啊、紅啊、紅啊，嚇咯，無相嘅光。你卡拉丁嘅時代，佢都你無相 belt 啊，有伊嘅 rank 啊，伊嘅地位。所以你看伊頭嗰邊，伊有真係 pattern 無相，伊畫嘅方法就無相咯。嗯。即係呢就是王講嘅茶寶嘅咯，即係了嘅茶寶咯，有無相 pattern 嘅咯。所以你看，像啊這種後尾有落旗架尾等等嘅，你是做什麼英雄啊、女英雄啊、將軍啊、拍功夫啊、木蘭。花木蘭啊，穆桂英啊，人都穿安怎咯。切，那個無相角色，這是咩？對，這個是人做人嘅媽媽咯。哦，做媽。啊，了落來像啊隻紅衫背心嘅做人嘅查某囝咯。哦，這做阿幹啊，這。查某囝嘅嚇，了小姐就後尾一個咯。哦，小姐，你講我應該做啊，我要做咧，我要做地水嘅，地水。我這花木蘭。嗯。一等我後尾面就咁樣用嘅。伊會穿迄個衣啊。啊。哦。所以咧等啊。我有可能有潛質咧。我有可能成聲都聽我就一般的聲，才以為我。因為露暑假。啊。我直接丑成個講係你丑是那個小丑的丑。Personality wise，咱是這裡人。我是這裡啦，老實講。特別我應該是特別做 drag queen 的，我特別裝迄個裝，特別做時是做這個角色。嗯。你應該做，你睇做這個劇，我做新嘅劇哈，我做頭做主角。
好人嚟，佢小牌，嗰啲三百嘅。啊，比300小弟。你第時個對來，有。係手對來啦。我再大都做。會使啊，做啲嗬。我無你個攰呢，我係我有學生勁啊，還啊。啊，嚟做劇啊。做個。你特別練咯，姐。講精。我知啦，你特別 practice 特別。得啦，啊個有一個月點聲啦，對來。我對來就補得。你我知我大概對來3禮拜呢。夠啊啦。我那是愛做咧，我發覺咱準備甲邊來福建，共合作起來，然後我對來，有時我直接來練，只要 document 嘅了起來，這是做銷啦。你睇看呢邊你睇出邊咯。啊，就是我賣咯。我係水嘅。啊，我係水嘅。個老殼，誒，這老殼乜是人做嘅？這是 props 嚟。哦 ，props。下隻頭尾啊，啲點啊，餅片啊，刀啊。但係是 props 嚟。OK，即係葉頭。你這頭是無上嘅邊，無上嘅價值。即是伊裏邊嘅做，按照做。哦，頭下呢兩邊。成個身軀是茶咯，骹尾是茶咯。伊個手咧是紙紮，就是 paper mache。然後伊個頭是用河做嘅。哦。clay。所以伊頭會破。哦，OK。所以迄個是要小心。啊，這裡是啥物？這是是伊把隻倒落去，伊會鐵啊，咱膠用的，伊一個。哦，所以伊你劍條做伊個 control 是啦，啊。OK，然後這就是。啊，這咱做啊。你就使做啊，誒，等陣我去下我阿妹下整。來，你來，搞嗰個樣。然後人俾多啦，就滿攤一坨嘅咧。哦，正手。你多手啊？其實你這個三個家裡就家裡都冇自己。OK，出來邊啦。而且是純淨。我好驚話咁。誒。未睇啊？未睇。要睇嘅 certificate 咯。好，要睇。睇啊？特別唔使作學啊。啊，睇睇，邊啲學驚啊？係咪？哦，你琴日超啦！你唔知答案啊？答案，你答案先。這裡答案方面，阿龍，好老嘢。哎呀，如啊，教人激氣啊，太冇面看。你寫住頭尾咯。好。真正做是到邊度會做嘅啦？你呢係咪做？你再講係咪話嘅？係啦，學掉咯，別學掉嘅啊！真正是冇學掉嘅。哦，你個邊個㗎啦？你係學㗎，先至有學㗎。一隻腳就自己。你成日做嘅。哦，OK。阿龍，รู้จักว่ารักเสียห้าอ่ะรักที่เป็นอาชีพว่าทำเสือชื่อเสือมาชมไล่ 哎呦，還沒來呢。需要。哈。我愛做雜貨啊。哦，我愛做。來。OK，嗨飛。未歹啊，我。你有錢字，我感覺我給他錢還得嘅咧。我，你攞隻電腦咪是跟我講。之前我因為講拄着就是講後生囝無愛看嘛，無愛看這傳統的物件嘛，傳統的物件無人愛看，無人曉聽，就就話，所以我人就改伊變做番仔戲哦，所以由番仔故事來做，叫四當家。哦，然後我人。只是講讀幾怎樣做？我是這個 project 咧是 start 2018年。哦，這現在是你家己嘅想法啦。也愛去做新的物件，會吸引更加濟後生囝。所以我拄條換伊個紅毛咧，我人會調就會換做變做講阿毛咯，講華語啊，講漢啊。localize 卡。localize。有榴蓮外面漢啊。localize 加 modernize 啦。所以我人有做安尼物件咯。แล้ว會使講漢啊話，會使講阿毛。就我們有啊。所以到伊去內面我參咯，這就是馬來西亞嘛。馬來西亞人就參來參去。你講幾年？2018就是當工。吊的迄是提線木。我無想。迄是吊線的。查個你現在三支嘅。OK。然後迄手的人講蒙卡吹啦。卡吹空起啦，然後是做白筆咧。薄地戲。所以那個有無相的白筆。你冇話講，你準備是感覺到你
這麼說，我有可能我有潛質。你講這麼說，你有感覺點呢？是我興趣啊，一條第二條，往時你人面上個在，有啲物件你 A 就是 A， 你 B 就是 B。我唔捌做過物件，我感覺到我 A， 我唔一隻隻做到喎。然後下面物件呢，情關啲 A， 我唔係情關啲，特別我感覺到我講關啲是只關過六寸啊，一種啊，關啲 A， 我感覺到我 A 就特別我唔捌情過。而家情起來我會驚，哈！阿咪特別惡鬧誒啦，特別有啲人背就是背誒嘛，女呢，特別我感覺到我會哦，所以有可能人可能過啊看這 episode 過啊看，人感覺就講我潛力咯，特別看啊，特別學人嘅先生師傅，看我有哦，看潛質哦。但係你別個前幾期都補就係講咯。哈，那我會，我就說我會，但我唔使攞特別看嘛，我諗要看，特別特別正式，先生特別老實跟我講有潛質無潛質，有潛質嚟講，把刀我對來做合作，變成福建加這個調機關來做一出調酒班哈。แล้วรู้ไอ้หอตัวกูไปลุยลูก ไอ้ไซ หอกูไปลุยว่าตัว น้ำเบ็ดตัวพอกลับไปลุยสิแล้ว โอ้ฮ่าฮ่าไม่ว่าไม่กูไปลุยว่าไม่กูไปเลสเซนว่าไอ้จ้าเลสเซน邊啲大兵做下件呢個會死嘅男人下先我真做嘛係啦我買ว่าไอ้จ้าสิเลย即平時成功ว่า出嚟歷史性咯哦是ว่า係學隻大作鋼伊人是度調照嘅即係一個咋規劃嘅事啊係咪是規劃啊正是環境嘛過嚟做環境哦即係係作鋼啊 immigrate 啦換過來聽即係頭一代咧作鋼作媽有時做即是你嘅媽講做媽做做班啊冇有調照人外國啊班啲話啦啲媽媽我媽媽喺邊嘅我媽媽係媽但我媽媽係鋼外媽OK 伊人是做調照班嘅咯所以人頭一代是咧度做皮件咯到中國有啲班嚟人馬來西亞咯哦所以人傳過來啦咧度伊就冇件咯伊就冇件就是我係媽媽OK 你媽伊本是做調照班嘅本是小生咯伊做生我頭我呢啲伊個真係做雜波嘛哦因為價值哦做雜波雜波，其實可能就係講以前是雜波，你做而家係大波做嘅，我真係雜波其實做，所以你鬧㗎啦，講我是大波嘅，你做嘢，哦，所以都話伊冇上雜波嘅。啊，明解了解啊，成個領波。你成講這係咩啊？這是你哋學生，對啊，我鬧嘅咯，我唔知。你哋學生我係講聽，我係 PBC 嚟嘅，我 LOL 呢，這是你哋學生我係講就我聽，是我這是你哋學生嘅。แล้วไว้มา咯第三代ไว้มา咯所以ไว้มา咧就部隊ไว้มา去做戲咯你咪風肥肥咧就，冇成咧就啲冇咧就風肥肥嘅。你ไว้มา咧伊就部隊去做戲，特別就走去這擦咖喱班學，甲伊老師學咯。伊師傅是做擦咖喱，所以就去那邊學咯，所以是個拍歌嘛，所以嘛學拍歌咯，所以到這團裏邊咧伊就接伊學嘅手咯。所以茶咖喱其實是你馬係大時間 pick up 掉開始嘅啦，特別如嘅早起是做做戲做大戲。因為because咱係調照班嘅大戲，甲迄個茶咖喱調照茶咖喱咧是咩物件乜是像嘅？哦，是鹽膠啊。我覺得像是你按。伊是白開迄人是人還是白粉？哦，原來。所以變做我媽咧有迄個。伊底了，伊個底有啊。伊嘛生出來是伊度有這物件，所以去學是真咩，伊度會曉拍會曉唱咯。然後尾度接伊個頭家手咯。因為媽都本是人檳榔嘅living heritage啊。哦。最近睇到人檳榔酒嘅。安努格拉咯，我是一個藝術人物啦。第四代咧就是我咯，我哥啊，我姊啊，我小弟啊，我人四兄弟啊。王先生是本是對我嘛都探食啦，大這去辦的。所以王先生咧對佢拍歌啊、陽光啊、烏魚啊、拍迄個搖琴啊。這是你哥。哦，這都啲擦咖喱大而已。是。這？嗰個我姊哦。我姊不是細細漢對我嘛都到啲即個擦咖喱班嚟咯，我覺得細細漢就對嘛，最講嘅，我姊，哦，這你個 ，OK，這就是我，伊是一個。哦，你名嗰隻，
就是我咯，所以我嗰時是喺韓國教我媽都白白做這個韓國阿姨啊，我教佢煮就是韓國阿咯。這是伊嘅劇本啊。對，這是劇本。這是伊嘅 script。就是講緊這邊所謂做這個炒意館咯，所以唔是遇上伊吧，遇上佢想伊介紹這個為我啦，然後我就到這邊做調色咯。伊是潮州人，係了，伊咧是真係關心潮州社團嘅物件，係做這個查某。耶。伊是古早是變成 Heritage Trust 裏邊嘅人嚟嘅。OK。佢真係有心做這物件嘅。Heritage 啊 ，protect 啊。伊是 corporate lady 嘅就，伊是做 corporate 嚟㗎，賺累，但係咧伊真係有興趣做呢物件嘅咧。一間就是一間啦，這是一間頂到嘅。這間叫做摩漢閣，摩漢閣咧其實是古早一個潮州人食嘅名嘅，林連丁。就是鐵頭里迄一代嘅人啊，古早嘅人啊，伊是潮州人，伊就有累嘛，咧就買這個地方做 club 咯，雖然古早咧有人啊嚟這邊顧阿平啊、唱歌啊、聽歌啊、按摩啊、拔毛雀啊、練笛啊、講話做一個 club 咯，啲慢慢入來佢哋老人幾十年嘛，然後你少年人冇去掉，人去做白行啊，所以就慢慢變做成個跟阿拔毛雀嘅咯。然後我這個 troop 燒掉啦嘛，當伊為佢哋個仔做佢哋邊樣拍事，然後我就甲 Miss Lim 講。我想愛做咖啡，你知暫時讓別人就興咖啡嘛，頭先我你真興過。你我講我想愛做一個多多場，物件調起來咧做咖啡。你我講一個 idea 咧，就後尾就找到這地方，我就做。所以伊是成日倒卡手啊，人就是咩啦，係咯。這是我小弟。所以看這我小弟哦，伊一人會做正濟毛啲啲啦呐，伊會拍歌，會拍琴，會伴迄個琵琶，會唱歌做戲安尼款咯。所以當然我媽都團嗰時我小弟接啦。當今就當然做掉啦，呢條啊。了這就是我嘅第五代哦，第五代是我孫啦，我哥嘅查某囝同伊囝，三個，甲咱冇接手做這個物件。哇！了當今唔是跟咱嘅孫做爾啦，我到這邊我開 class，所以有真濟學生哦。所以當頂個禮拜八啦，我人無碌甲做迄個 student performance 呢。我人有40幾個學生。แล้วยังไหลโจรฮะน่ะ 所以我這個 class 啊，有 class， 這就是我人嘅年代哦。古早真到底計落平時是真大嘅。咱將這個時間，咱正地。冇點聲嚇。所以佢較少。แล้ว30年時，咱我ไป做古代，ไม่เป็นไรใช้ start with เลย because เราไปสวยจะเลย古代到底擺檔嚟สวย。梗係合作咯，咱做出嚟係啦，接掉你半年咯，我就一樣咁樣。我叫你食起來先啊。所以反正咧，就是你係在講哦，咱競爭地做班咧，伊是係咪 structure 咯？所以我哋做班咧，到處邊這邊坐嘅，了是 musician 咯，然後拍人叮當嘅啊，鼓弦嘅啊，吹地帶啊，咁了是接到手邊咯。隻手邊這邊咧是拍歌嘅，拍歌同拍佢哋鏘嘅，咁了是自己隻手。percussion。可能半嘅啦，所以拍歌咧是規個三個拍嘅表演嘅人第一個嘅咯，伊是。拍歌人就是咱 conductor 啦。OK。所以一下 lead 啦，一時。lead 嘅了。哦。แล้ว仲這邊就是佢哋表演嘅人表演。嘅大頂啊，這是較細，當這是較細型咯，這正就較大。伊 setting 是像。是講一定較細嘅。對。這種就是表演咯，這是 production 咯，這是 music 咯。這就是講就能拿掉嘅，就表演時有時候到頂拿到。對。這是大條嘅。達你。調住班，我嘅調到頂我就教。แล้ว古早咧，佢哋做because 即係調到頂我就教咧，伊是正 basic 嘅一個 props 嚟，但係伊是會使變正正。哦。而咱古早起班啊是走嚟走嘅，就是叫走。係成個人做起班是走嚟走。搬來搬去。伊未講人哋按你做 props 嘅，所以伊有當時是一條到是到頂，當時伊是凌晨，有時伊是石頭，有時伊是橋，所以伊是跳出來變無相味咧，伊就是無相嘅味咧。所以這就是古早嘅人嘅厲害咯。伊會使變，像嚟個係變來變去。對，一直辦法方法來用伊嘅相子。當然咱是釣到吼，地方嘛，所以你愛梅你做。就要換哈。你愛一個眠床，你做一條眠床，但你古早唔是啊，喊你嘛，古早人啊無講有大隻愛蘿莉啊啥物，愛用光嘅嗰種，就是直接啊。嚟喊咯，所以等下你就使穿咱多長衫咧來變補了。會使。期待哦。期待，我被 call 啊，被 call 看我係接嘅哦。
所以這個是我阿公，我嘅神咯，我哋作唱嘅阿公咯。啷特大規定都有拜學使。拜拜，學使這個，反正就是無嘅香，就阿公都食出邊咯。哦，對，係啦，嗰啲是大妹後妹啦，大後妹啦。後正就是後妹咯。OK， 即係北京後妹就是正嘅啦。咁這個咧就是咱嘅，這就是三個香咯。所以這個香咧，甲咱大埔會使借，查埔袂使借。借啥物？借到啲香頂面哦。查埔袂使借去，甲咱是大埔。所以這是穿衫嘅咯，佢是穿布嘅咯。咁對面這邊咧，就是教了人 make up 嘅。OK。所以有講是 make up 嘅。所以即係下邊就是做戲，你都到啲正後妹嚟做啦。正咯就正 stand by 啦，你出啦。哦。這個咧是因為地方唔夠嘛，即真正係整有三個，安尼來。我人即干那化妝嘅香啦，我是20個，啊底些就20個香咯，個人嘅一個香嘅。哦。個人嘅，這是私人嘅。啊。這是阿公嘅。你阿本身咧大隻啊？make up 嘅香會較細，這個是阿公嘅香。哦。因為我人到這邊做食了時啊，這個香上濟啊，我人無地方。咁我做起來。做做頂咯。啊，對。如果家己嘅香啊，夾落大咧，一半咧。一半咧。你這是 props 咯，啊 props 是阿公嘅，所以這香是條條嘅咯。你是這。隔樓人講是講隔樓人用共用啦。阿公就頭家啦。這是 props 咯，這是私人嘅咯。比如迄個查某嘅化妝嘅物件，做迄頭毛啊，這是咱嘅劇本啦。這個其實是無限這邊嘅，這個是限啲迄個 musician 那邊。哦。真正限制 musician，特別我人迄邊冇會掉。我就抄來限制這邊，所以阿妹做戲是 musician 就寄出來嘅。因為這物件是互 musician 看。嗰個就是這個物件有互 musician 看，啊冇有互 artist 看，所以有無相嘅 pattern 咯。所以有寫唐人字嘅，有寫 numbering 嘅，特別當個人學當時讀迄個五線譜嘛。對，當佢直接我冇學過，就我看有時我唱，130個來切，對面1點關落學啲，1點計。這是阿毛嘅，特別咱真正唐人咧是寫唐人字嘅。就是寫這個，甲這個，伊是用唐人字，迄個字咧是何氏上冊本。就是講，你看，伊是用筆行的，伊個哆來咪咧，唔是 numbering 嘅，是唐人字。哦，你看伊字，你是抄伊字度，叫你抄下面音。對，伊是上個音是古早個的音呢。哦，個的，人個叫咩啊？五音不全，還是講你唱歌袂走音的人，講你五音不全，係咪說咧？那古早人唐人啊，有個的音呢，7個音是阿毛的。對，個的音就是咱拍變咯，是個的音唐人的 Asian 的 tone 啊，是定那個係你個的愛，主要係你個的 tone，就是咱。我係你是日本嘅。個的噔噔噔噔噔噔，你是日本嘅音咧，唐人咧是1至3個啦。哦，1至3個啦。哦。你當今我人冇7個音啊，因為越來越豐富啊嘛。是，你是日本嘅音，然後這是1至3個啦。這是上地，是因為這是上班嘅人啊，伊人根本樣是無讀到人冊啊嘛，所以樣是用拼音嘅呢，樣是用樣聲字拼出來嘅咯。哦，這是我在這就阿妹看就一般在這是上出來啊。你這裡你特別去找對來，還是你已經自己有收？我就是我人嘅啊，就是我人收嘅，我媽都收嘅，我有找我媽。如果下面物件喺這邊物件，你無咧特別去找。到對來是你你個兩物件是你自己本身收嘅，所以你這大嘅數可能要再接。比如咩講，有啲物件是我人無收到，像講這個大衣這個物件，唔是我媽，唔是我媽留嘅，because 我媽收有哦。然後古早嘅人啊，因無管是收歹嘅物件，歹一定還是呢，特別除非是你真屬家 heritage，你夠有去收迄個物件。古早嘅人就是哦，這個歹啊，點啊？無人收咗幾十年以後，這個物件搭對啊嘛。對，所以古早嘅人也無收過檔嘅，除非是迄個古早屬家 heritage。定位就在歹嘅就合格啊。對，所以有陣時這大戲物件咧，大戲物件對，是後尾我做大戲時家己買，是家己去收嘅。特別因為我做這個嘢，我真是多啲外國嘅唐人啊，真係驚我啊。哦，有陣時迄個底衫，羊毛啊。
用到鏡頭啊咯，劇 set 啊、dis 啊，迄個學，或者係學成唱盤，嗰啲鏡頭啊特別正啊，呢啲就頭條碗嚟，你咪橋啊手姐，唔使笑得咯。人好笑何，你都估唔拍攝，唔係笑嘅。特別學地姐咧，就是迄個劇 set 啊，嗰啲盤咯。所以大家就到這邊了，一情三等兩情了。啊，OK OK。咁又俾條食嘅。OK。我俾出邊，我都俾條食咧，就下隻背星。搞啊！搞過嚟啦，搞啊！搞啊！貴椒的。還好，可能講得好。啊，來，我們做一個基本的。查某的手勢。啊，這個拇指動。啊，對。在。安尼咱放。就是咱查某的，較就是安怎。你若是講伊物件，你伊這個就愛滴起來。阿媽是講你無講伊咧就。這個咯，炸。你一般物件安尼？對，一般物件是干那即起是點的，出來個來玩的。就是咱個手的。喂。咱個手勢會曉啦嘛，咱個手愛用錯放。最重要是有兩個地方哦，一個地方就是咱個這個右邊啊，所以當你這個基本的是安怎咯？哦，安尼哈，一關一起來啦。你袂使下啲就無水咯，話咱起來無水啊，伊就卡毛毛啦，所以你就下。第二個咧，袂使下關，關就是講你手要關起來。哦，即手無使。啊，手要關起來咧，你袂使跌咯，即個是袂使跌。OK。啊，你袂使有攤殺㗎，所以是啥科分物件。哦。你唔愛鬼個記頭啦，出來啦。你你當下就對到你。啊，你只係全部咯。係咯，多謝你。啊，你卡徛啲，徛啲啊。然後仲有啲手會曉啦嘛，頭一個就這邊，第二個就這邊。啊，咱了咱係卡就徛咧，頭一個徛平平咧是啊咯，咁啊第二個咧就查某咧，佢就是徛咧倒落去。倒落去啊，這個空咧袂使有空咧啦。哦，就要空頂，卡起來，我歹看。查某咱袂使講有一個框框，卡袂使框框歹看。啊，你卡這個就搭起來。我哋知咗幾大咗幾啊？你徛這邊會使，就是徛這邊時咯，到正手啦。我哋徛大咗這邊啊，你要出大。對，你徛這邊，你徛這邊會使出㗎。啊，後來做面鋪先啦。啊，是講你手夾起來會使咯，像蛤蟆啦，會使。即係我哋搞內容啊。啊，咱是行路咧，就較難可能，如果行路，有時陣查某袂使行步錯路的嘛，所以是半步，咱會卡半步。咱穿一份衫，咱會一份衫正黑的嘛，因為袂使講步。對，啊，莫看步骹，看步前。對，啊，手安尼，舉起來，啊，這隻你愛舉起來。哎，你這個啊？你誒，這個叫咩啊？咱誒這個暗色，後部買夾，開，還有一個湯，啊，好啦，較水。OK，意思啊哈呢，搞定。這青衫你誰啊？你幾隻衫的啊？我看。你幾隻衫的咩？我一人背。你無背啦，你是。我是看。你愛講我真大隻是無？特別因為咱做雜務啊，伊會較細隻。錯講，好紅啊！哇，水！你我睇見頭唔使上課，我睇。依度。減肥，美麗對來減肥啊！對邊？背個唔要緊啊，一罐。對，一罐。一罐，背個唔要緊喎。啊，你少行 QQ 啫。咁樣係咪搞死啊？安尼呀？冇做面嘛？冇較濟啊！你頭咧濟，安尼又叫我只濟。我頭咧少嚟咩？冇咧，頭大啦咁緊。哎呦死！出來拎出來。你看我免解過後，過來個過去。安尼，咱這我睇下這個安尼。
你有夾迄個斑鳩啊，是夾迄個大拉來做。有困khó。啊。有困khó攞落餅嗰種。對啊，佢真係人嗰啲先呢。喂，你先出落正，夾開正，一出來看觀眾啦嗬，放落去，放落去咧，佢破一個嚟，啪！鏘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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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鏘，隆咚咚咚咚咚咚咚，嘎嘎嘎嘎嘎，鏘！你咪起來，你安尼破咧就，哦 ，OK，嚟撐落去度。你破咧做一個 pattern 嚇。所以咪拎出來，咪拎出嚟，你係破跳呢？冇咪出來，超咪出來。超咪出來。喺膊冚住你出嚟邊啊！咪個嘅頭啦。你做咕窿起來，咕窿咪去啊！對，安尼。你看，哎呦，你冇做篤牆乜嚟？嚇死啦！你嗰陣唔應該去美國誒，你第一參我班做篤牆。隆咚咚咚咚咚咚咚，篤牆。哇！依個好聽落歌啊！咪笑笑啊，好聽落歌呀！感謝。你幹嘛攞幾那裡？貴州所啊嘛，我咪看你感覺到我有乜嘢啊？強辣哦，有強辣哦。肉辣去強咪哦。老實講嘅。老實講，我看你按比來比去哦。你若是講後生嘅時啦，買出去美國。去扮做戲件咧，嗰啲成功啊嘛，你已經是當家花旦啊！哎呦！你都冇，只是一個緣分啊！老啊，個來哦，唔要緊，退休做老旦，你有你嘅value啊嘛，你對埋本是一個可能鬥發出做部門，人係一個多強本嘅，所以特人咧有特人嘅一個緣分，冇辦，好。明年要啦，你講咩啊？佢就得嚟我搞一搞，我表演個很正 ，OK？我頭晚你肯教你兩步呢？我冇解，你自己做出來。你頭先呢，破者，你啲閒時啲厝定係嘅係你寬殼啊！我呢時用係你大啦，我嗰陣時看我馬樣做戲啊，就係用大啦。破者。我哋都係寬殼，一邊刀柄一邊隻柄，我浪我超一條。呀，所以你其實啊，屬格即個多強嘅人啊，還是屬格即個口嘴嘅物件，其實伊唔是講愛去學嘅啫。其實你細漢時，你有點看，你都屬格咧。我免講啊，你家己出來，你就迄個味素。對。成日邊喺學嘅本是上，邊喺學嘅，有一人問我講：哎呦！我甲我囝講福建話，樣都買因話阿嬤，因話華語。我講不要緊，你照甲人講。對。伊一節也是，伊若是定定有聽到，伊就袂垃圾是完全就是你，伊莫甲你講啊，你個莫甲伊講嘅就完全冇聽到，連聽都冇50%冇無。所以成日款。像我姊哦，伊是大英國嘅嘛，แล้ว伊紅福建人，人邊個福建人哦，我姊講嘅話，特別伊去伊嫁養老人去個英國成囝咁樣吼，因為冇甲伊囝講學冇啊，因為伊講我囝去學堂，伊對佢講學冇啦嘛，做咩是啲厝鬼講學冇啊？是無需要，所以伊拍生氣咯，拍生氣這機會，伊囡仔無這機會。福建話。哎呦，你囝唔是話囡仔講。即個新嘅語言，就是樣細漢啊，佢哋要緊嘅。其實你想啦，咱係人啊，咱係搶格格啦，有嚟出來搶格格。伊講姨媽嘅嘛，姨媽近嚟學福建話嚟做。誒格格啊，講就講正，因為講其實語言都唔是一個爭，還是你愛學咁嚟學嘅嘛。對，你愛咁買嘅。成日你嚟學多長，你學到做班，你咪學到做話咯。當今你暑假超 K-pop，你咪學韓國話咯。誒，做你學韓國話。對哦。暑假啦。對啊，其實只是人伊家己愛咁買，無講賣藝術嘅啦。對。感謝你今日好啊，來參觀。看你，我少唔要講你吊技官，不會使來參觀嘅啫。但係唔使來參觀，攞嚟實際嚟，我哋上兩10幾塊，外國人接5塊。你唔使講我名就。
總之是 special for you。special 是對，因為無相嘅都解嘅，啊，頭家嫂無特別有啲嘛，人吹頭家嫂特別2,500啊 ，OK。แล้วว่า這是我特別嚟教頭家嫂做 ，OK。แล้วว่า愛來時呢就來一邊，但看我感覺就是這一人感覺趣味本咯。你經驗就是講你經驗就大做大戲誒。BTS 啊 ，behind the scene 都通看到，伊台啊，安怎放啊，伊衫安怎裝啊，無相誒，你 behind the scene 通看，當然真通找到嘛。แล้วก็你歷史本就 interesting 咯，無安尼4代5代嗬，無相誒。感謝ลูก，謝謝大家，感謝。你嚟檳城嚟找我啊！前一禮拜無看，不說到這邊為訂，然後邊仔正伊講嘅訂就訂看訂聽，然後邊仔就正。cái tè trẻ hình đéo lọ im từ xí tới thòng tí luôn đó. Cảm ơn大家，會記去釣夜觀啊，參觀。